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以你圣名，耶稣以你圣名，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圣名，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一起来敬拜他。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在主面前安静，来仰望他，单单的把你的情感、意志、思想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释放我们进到自由里面。他是耶稣。我们再次来敬拜耶稣以你圣名，耶稣以你圣名，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圣名，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主来指教我们，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今天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今天完全以耶稣为我们的中心，高举耶稣，荣耀耶稣，活得像耶稣，与我们同在，将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耶稣，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上帝祝福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的主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他是耶稣，所以预备好你的心，将你的颂赞荣耀归给他，敬拜他。
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的主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他是耶稣，所以预备好你的心，将你的颂赞荣耀归给他，敬拜他。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圣灵降的节，那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圣殿当中聚集的时候，我们一起将我们的感谢的心来献上。好吧，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我们求圣灵来在这个会堂当中来运行。今天是教会的生日，当主耶稣基督回到天上的时候，他鼓励他的门徒说：“他虽然要回去，但是他要差派一个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他要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更新，来做改变的工作。”好，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即便是到今天，我们相信圣灵要在我们当中来做更新跟改变的工作，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求上帝与我们来连接，好叫我们从他那边来领受更多他自己丰盛的应许，来做更新生命跟医治的工作。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
赛亚书41章，在这里先知以赛亚他描述了一个环境，他在描述一个世代是一个软弱、疲乏，是一个充满了不可能的环境的那样的一个环境的时代。但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上帝却应许来鼓励他的百姓。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在面对很多困境当中，我们人类之间的渺小。在过去，我们看见好像我们可以依靠的事情，那些无比坚固的事情，仿佛好像都可能一瞬间就消失了。但是上帝在这里来鼓励我们，他是那一个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上帝。是那个让我们重新得力的上帝，因为他说：“疲乏的还要赐能力，软弱的还要加强力量。”好吧，我们要再次来依靠他，来向他祷告，还要在沙漠中开江河，他在旷野中开道路。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的时候，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来做这些奇妙的事情，那就是生命被更新、被医治、被带领的这样一个神迹。主，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将我们的聚会仰望在你手中，我们将我们的敬拜交托给你，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口上心和的来赞美你。主，我们将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奇妙得胜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准备好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了吗？好不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我们跟左右两边的人说：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位神，让我们将所有的赞美都归给他。我们一起来唱。
被震动的国当中，主耶稣，我们要来感谢你。主耶稣，我们要来赞美你。主耶稣，让我们再次来思想，主你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生命流宝血，为了来遮盖我们一切的罪与过犯。哈利路亚！主再次思想你，那圣灵降临的时候的代表人的意义。主那救赎跟更新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代表的意义。主，你愿意拿舍弃生命的那样子的意念，来为我们成就这个更新跟改变的意义。当我们宣告主你是我们上帝的时候，我们愿意在你里面来接受主你的圣灵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接受这样的洗礼的时候，我们愿意在众人面前来承认你名的时候，主耶稣你就居住在我们里面，来成为那我们的救赎主。那个十字架上面的大能的宝血，对我们来说就有了意义。主，谢谢你，赞美你。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你手接上我的意志，你手心发我的自由释放。我们再次对耶稣来唱，耶稣，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你手接上我的意志，你手心发我的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的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流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哈利路亚！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荣耀，它是我们救赎的记号，它是我们得我们救赎这样的一个奇妙和美好的一个事情。主，真的是因为你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那个奇妙的代价。我们再次来感谢你，耶稣。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你手接上我的意志，你手心发我的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
智慧、荣耀临到我们当中。感谢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力量。在今天的圣灵降临节，我们一起经历圣灵的同在，经历圣灵的充满。感谢主，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你让我们今天敬拜，每一个人都得到圣灵的恩膏，得到智慧，得到属灵生命的力量。我们要学习主祷文，来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圣名归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有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债的，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今天的圣经记载在2个地方，我们先来念《使徒行传》2章1到4节，预备来。旬节的那一天，信徒都聚集在一个地方，突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仿佛一阵大风刮过的声音，充满了他们坐着的屋子。他们又看见形状像火焰的舌头散开，停落在每一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灵所赐的才能，开始说起别种语言来。第二处是罗马书8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至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这什么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圣灵的管束。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属于基督。接下来，请圣歌队献诗，献诗完，请向牧师讲道。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领受圣灵，生命整全。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真的很感恩，在圣灵降临节这个主日，也正好是我们黄奕的新生活的预备的开始。那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慢慢能够不受疫情的影响，那能够回到教会做实体的礼拜。虽然我们还有现场的转播，不过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彼此见面，彼此祝福，那是基督徒最美好的一件事情。也特别是很多教会都会讲说，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刚好我们的黄奕也到告一个段落。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在下个礼拜6月7号，政府就要宣告这个第3阶段大家更放松的一个在台湾这块安全的土地的生活，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福气等于是圣灵降临节神赐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礼物。那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很久，因为有的是公司的限制，有的是你个别个人有一种安全上的顾虑，没有办法回到这边来。那今天看到那么多弟兄姐妹回到这个教堂，真的是心中很感恩。我们是不是给隔壁在很久不见面的弟兄姐妹问好一下，说我们一起迎接新的生活，好不好？来彼此祝福一下，感谢主。新生活的意思不只是一种新的黄奕的阶段其实也是圣灵给我们新的生活，一种属灵的新生活。我们一起领受话语之前，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让我们安静在你面前，从你的话语得着更多的启示跟教导与祝福。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过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读了第一段经文是《使徒行传》2章1到4节，在记述第一次圣灵降临节的描述跟故事那第二段经文呢是罗马书8章9节，他在告诉我们圣灵是什么。那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复习。我们首先要再一次确认的，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很清楚明白的理解，圣灵就是上帝的灵。那刚刚我们读了罗马书的8章9节，我们是不是再重复来复习一次？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至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圣灵的管束。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属于基督。好，这个就是针对每一个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相信上帝是创造主的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最明确而且是一个非常简要信仰的根基。那保罗用这一段经文把圣灵的各个层面都解释完了。他说至于你们，表示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他说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表示你不是自己的自由意志或是你个人的一个经验感受，而是你愿意被上帝的灵住在里面。他说这个上帝的灵就是圣灵在管束。换句话说，上帝的灵就是圣灵。然后再加一句话，他说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属于基督。那保罗将这一段经文把我们所认知的圣灵的各方面的描述都完整的在这边来交代了。换句话说，我们再从一次来理解，就是这一边罗马书8章9节所提到圣灵的3个称呼：上帝的灵、圣灵，还有基督的灵，就是同属一个。因为我们基督徒之前，我们常常因为人的这个认知的有限，所以我们会称呼上帝、称呼耶稣基督、称呼圣灵，我们说三位一体。那这个是很奥妙、超越人的一个理性能够认知的。所以我们会我说我们人的有限，就故意把上帝、耶稣跟圣灵分开了，合不起来。但是保罗跟我们讲说，其实就是三位一体。
在这边很明确的告诉了我们。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说，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内住，你才有真正的生命。那这个当然是有别于一般不信主的人。他说圣灵我不认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活得好好吗？我会呼吸啊，我会讲话，我会工作啊，我有智慧有能力啊，为什么要有圣灵？那当然你就是因为接受了主耶稣，你的理解才能更完整。所以用一个小故事来做一个描述，如果你没有圣灵，就没有生命的意识。一个小故事怎么说呢？他说，就像这2天的假期一家人很高高兴兴的要准备要出外旅游了所以呢就把所要带的物品都装在一辆车子里面，哇，所要的经费都预备好了。但是因为太高兴了，好像防疫那么久了，没有办法出去，这一次好好把它玩个够所以所有的东西，包括应该有关露营的东西都装备好了，但是装不下。所以呢，这个女主人呢，妈妈就赶快说：“这辆车子太小了，来不及换，那我们就赶快把车上能够拆的东西把它拆下来增加一点空间真的把所有东西都装满了都装到车子上了。不过问题来了，因为这位太太对车子的性能不了解，她竟然把燃料箱拆下来，然后东西都塞满车子，但是没有燃料怎么动呢？动不了了。那这个故事我们是很浅显，它是在描述说什么呢？圣灵就像是这辆车子的动力，如果没有动力，你这辆车子不论是什么双 B 的名车或者现在台湾到街道上一看就是上千万的那种那种跑车了什么车在炫富的那种车，你没有动力就动不了。那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的认知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除了肉体的生命，魂跟体的生命还不足，我们要属灵的生命。这属灵生命就像是车子，它不管是外表的高贵不高贵，如果没有燃料、没有动力、没有电，就没有办法行走。基督徒如果离开了圣灵，那当然就没有办法真正过属灵的生命，就是等于没有基督的生命。那圣灵的重要就在这边显露出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今天迎接圣灵降临节。我们在周报里面有稍微介绍一下圣灵降临节怎么样的来了解描述了那大概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来了解。第一个，圣灵降临节的日期的计算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的第50天。那我们今年的复活节几月几号还记不记得？在上个月4月12号4月12号。那经过了7个礼拜，7 49天，那再过一个新的主日就是今天了，所以是50天。那原先这个50天呢，也不是基督徒他们预期说，耶稣复活50天会有圣灵降临节，没有刚刚的经文描述怎么样呢？他们原先不是为了要过圣灵降临节，因为圣灵还没降临，谁知道呢？而是他们要纪念五旬节。旬，你知道这个字就是旬，就是10天嘛。好，五旬就是50天。所以呢，因为圣灵在五旬节这一天降临了，所以我们把它当成基督教会的生日。因为我们都知道，刚刚以使徒行传所描述的第一次圣灵降临节，因为这些门徒都被圣灵充满，他们能够说别国的话语，所以呢，也这样子把福音传递出去，把耶稣的救恩，把耶稣复活的故事都传扬给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的犹太人。那所以呢，我们是五旬节的日期巧合刚好圣灵降临，所以从犹太人的角度，他们可以过2个节日，一个就是过五旬节，一个就是过圣灵降临节。换句话说，犹太教的教徒他如果信耶稣，他们等于2个节日重叠了。
因为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没有这个五旬节的经验，但是其实现在有人把它称呼五旬节，有人把它称呼圣灵降临节，都同样的意思。但是五旬节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因为是发生在犹太人的身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祖先重大的节日，因为他们就是按照犹太的历法守节期。所以为什么纪念什么呢？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后50天，大概已经逃离了埃及的追兵了，他们可以安顿下来，他们走到西乃山的山下，上帝呼召了摩西上西乃山，然后颁布了十诫，2块石板给摩西。所以摩西下山之后，将十诫来宣告给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确认了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是守约的上帝，上帝亲自跟犹太人、上帝的选民来立约，用十诫来证明他要守这个约，要与以色列百姓同在。那几千年来，犹太人一直在纪念这个五旬节，没想到上帝特别的安排了哈，因为他们在过五旬节的时候，刚好是耶稣复活的第50天，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身上，所以使徒行传2章1到4节就是记载在那一年的五旬节，犹太人在纪念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也在这一天降临了所以这个简单的记录记录什么呢？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说五旬节那个日子，他们信徒都聚在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其他人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根本不认识，他们只是在过五旬节而已。但是重点来了，他说有声音，声音从天上下来。第一个是有声音，第二个说一阵大风刮过的声音，然后充满他们整个所做的屋子。第三个，他们又看见形状像火焰的舌头闪开，停落在每一个人身上。那这3个记号形成了圣灵降临节。第4节在讲述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情况，因为圣灵充满之后，他们按圣灵所赐的才能开始说别种语言来。那这个别种语言从圣经原始的记载，他们是讲别国的语言呢。比如说我不会讲客家话，突然间我会讲客家话。那他不会讲泰雅族的话，他竟然会讲。这种话语是真实的不同的方言，不同族别的语言。那因为这样子，就把福音传给从各地各乡镇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接受了耶稣。那一天有好几千人来信耶稣。这个是一些图片在纪念这些情况像鸽子一样圣灵像鸽子一样。这段经文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些降临的一个记号好，那我们每一年都在纪念圣灵降临节。不过我觉得今年的圣灵降临节对于我们台湾的基督徒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刚刚有讲过了，我们新冠疫情已经趋缓了那政府也宣布一个防疫的新生活。我们看到昨天我们的陈时中部长哇，热闹来到台南的国华街啦，来到奇美博物馆，一大堆人挤在一起了等于象征了这个防疫的一个代表部长，然后呢大家跟着在一起，感觉上好像就是那些疫情的挑战都放下来了所以听说拥挤的不得了，不得不部长要提早离开，听说他的鞋子被人家踩掉了可见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确认说真的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了。所以圣灵降临节也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不只是过一个节日，而是真正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所有的一切好像重新开始。很多教会最近在重新回到
有实体礼拜的时候，他们都讲说好像过新年一样，因为好久没有看见了哈，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感觉心情特别的兴奋。那我们教会也大概会在下个礼拜开始呢，恢复更多的一个事工哈，比如说我们的爱餐要恢复了哈，我们的各样的活动都渐渐的恢复正常。那期待这个今年的圣灵降临节、五旬节，我们真的向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是住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个防疫的那么严谨，我们真的会像很多国外一感染就好几十万、几百万人，你会真的会觉得说，好像生命交关，你走过来的那种好像从死复生的那种感觉。我们期待，我们虽然没有这样那么严酷的考验，但是我们也从圣灵的同在，重新过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教会迎接一个新的事工的开始哈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恩典哈，感谢主。那我们也看见说，这样的一个智慧跟能力呢，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有得到非常非常多给美好的启发哈，美好的启发。那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也能够真正的领受到这样的祝福了哈。好，那我们从这样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去领受圣灵的本质？因为我们说好，圣灵降临节，它圣灵的本质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是怎么样看的哈？我们是怎么样看的？期待我们这样有一个美好的领受了哈。好，那第一个，圣灵是神，就是上帝。我们可以看见圣灵他参与在这个三位一体的工作。第一个，他圣灵拥有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第二个，圣灵参与了这一个创造的圣工。我们圣经看到创世纪怎么描写，他说在整个渊面黑暗的时候，上帝的灵运行在上面，等于是上帝是透过圣灵来创造了这一切哈。那第三个是圣灵也跟耶稣同在，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圣灵在他身上；当耶稣受死复活，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整个圣灵参与到救赎，创造又参与了救赎，这是我们从圣灵里面得到一个真正喜乐跟平安跟祝福的地方哈。好，那第二个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圣灵就是保惠师，圣灵就是保惠师，他的意思有几样的面向。第一个是帮助者，圣经罗马书8章26节说，他时常在我们身边来帮助。第二个，圣灵是教师，约翰一书2章27节说，他教导并让我们明白真理。第三个很重要是安慰者，安慰我们所有的痛苦跟悲伤，使徒行传9章31节。第四个是辩护者，是神，他在神面前为我们说话。辩护者哈，在原文里面哈，就是一种圣灵在原文里面就是叫辩护者，就是说他好像是在审判者前面为他的保护者辩护，好像现在的律师他在为一个他的案主来辩护，他是无辜的，或是他有什么样的罪是没有被冤枉的。那这样的辩护就是帮助这一个人说话。圣灵也是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辩护，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不足，但是不是要加害我们，而是要帮助我们。第五个是辅导者，约翰16章13节是凡事引导我们，与我们协调，好像你的好朋友在规劝你，在引导你走向一个新的路，突破困境，突破许许多多你的忧愁跟忧虑。所以保惠师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那么重要，你怎么样去理解保惠师在你的生活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叫说领受圣灵生命整全嘛。生命整全的意思就是刚刚我们讲基督徒跟一般人不同的是，我们除了一般人的一种生命的能量之外，我们加上了圣灵的同在，
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界、属灵的看见、属灵的领受，然后这个生命就更比一般人的理解更完整了。那一个小故事在提到说，保惠师这3个字好像看起来蛮深的样子哈，比较连台湾我们这些说这个国语的话，保惠也不是很完整的理解了。那对于非洲的那些原住民呢，更不容理解啊，所以呢，有一位宣教师呢，就学习要怎么样解释保惠师对非洲人的意思哈。那最后他们得到一个理解是说，保惠师就是在软弱的人身边提供力量的神。你有软弱，真的是力不从心了，有一位帮助者在你身边，给你力量啊。所以非洲人把它理解说，躺在我们身边的人，帮助你是能理解，为什么要躺在你身边呢？啊，这是个小故事，对于非洲人，他们理解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深刻的，是切身的，是完全的能理解的。那这个是怎么说呢？他是在非洲服侍的一个宣教师，他在讲解圣经的时候，就跟他们这些原住民解释说，什么叫保惠师。他能理解是从保罗或是从一般的圣经的经文给他们讲说，圣灵就是要给予基督勇气啦、教训啦、劝勉啦、保护啦、引导，就刚刚我们讲那5种嘛。讲完了，好像一知半解，因为感觉上不是很真实啦哈。因为有时候逻辑或是哲学方面的文字，有时候对一般人不能很容易理解。然后听了一听再听，一说再说，然后这些原住民呢，听到关于保惠的字的解释，他们理解说，应该用这种话来描述最妥切啦。保惠师就是躺在我们旁边的人，那就能理解。那原先是宣教师给他们解释圣灵是什么什么，保惠师是什么什么，现在换非洲人讲说躺在我们身边的人，换这一个宣教师说，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躺在身边呢？原来他们当地的生活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常常要走很远的路，没有交通工具，所以他们要背沉重的包袱或是货物，走远路。那常常因为没水，或是太炎热，或是身体不舒服，会生病疲乏，就倒在地上。那已经没力气动了，没力气走了，更不可能防卫。那非洲是一个野生动物的国家，在这个地区啊，所以一不小心就变成野兽攻击的，或是变成野兽的食物了。所以呢，他们当地人发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他说，若是有人出现了，他会躺在这位倒在地上的身边来保护他，陪伴他，让他恢复力气，或是生病慢慢恢复了，体力好了，然后再继续走。因为当你弱的时候，就我们说弱强食嘛，很多小动物会被大的动物吃掉，是因为它跑不动，或是被抓到了所以他们认为圣灵的解释就像这一种在最软弱的人身边陪伴他，躺在旁边陪他慢慢恢复力气的这人，那圣灵就是像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基督徒，你需不需要在属灵的生命上有需要一位躺在你身边的人呢？所以圣灵就是信徒在行走天路疲乏困倦的时候，这位躺在你身边的保护跟看顾的保惠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需要这样的保惠师，它不再是一种逻辑的语言，或是一种神学的语言，或是一种圣经的常识，而是你天天需要的，就是随时在你旁边帮助的。因为这个不只是在肉体的生命，而是在属灵的生命，你可能会遇到瓶颈，遇到挑战，遇到失败，遇到被误解，或是遇到人生的一个低谷的时候。所以我们最要一起学习说，你要被圣灵来充满，才能得到真正完全生命的整全呐。生命的整全，这生命的整全就是一个包含万有的，而不是有缺陷的，或是一个不足的。所以基督徒要被圣灵充满，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刚刚像保罗所说的，上帝的灵、耶稣的灵、
圣灵都在你里面。你不管你的认知是哪一个角度，这个圣灵就是上帝的灵，在你里面内住跟掌管。它不是你教才来的，或者说我们常常参加一些特会哈，因为长老教会以前比较没有圣灵充满的一种聚会跟传统，所以大家以为圣灵是一个认知的词句嘛，或者说给你灵感那种比较不是那么真实的，不是那么样的直接的。但是从圣经的理解，圣灵是一直存在在你身上的，住在你里面的，是因为你开敞你的身心，愿意接受圣灵在内住跟掌管。意思是说，我不只是靠我自己的意志力，或是靠我自己的聪明智慧，或是靠我所有的经验，而是因为圣灵随时在你身边，给你提醒，跟你鼓励，是你智慧，让你明白，你是一个科学家，神给你能力去看见新的发现。就像这一次的武汉疫情，很多人想要赶快找到医治的药物，或是找出疫苗。那基督徒的这样的科学家，他会祷告说：神啊，让我看见你，让我发现什么样的机制会让这个药物有效，这个疫苗有效。所以基督徒不要再只是把圣灵看成一个课题，你研究的对象，而是你愿意敞开你的心灵，让圣灵充满。因为我们跟圣灵有一个密切的交通的结果。再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要以为说，我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要参加特会，因为有恩膏的牧师带领我们一起说方言，这个聚会充满了热情，哇，就像第一次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有像火焰一样降临，那才是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有时候是非常的温和的，没有任何的一个外表的动作的，都算在里面。以弗所书给我们解释了圣灵充满的这个各种面向。他说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篇、圣诗、灵歌对唱，要从心底发出音乐，颂赞主，向他歌唱。圣灵充满会一种赞美出来了，诗歌、灵歌从内心来赞美主。所以有圣灵充满，你会不由自主的、自发性的对神来赞美。第二个，他说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为各样的事感谢上帝。圣灵充满赞美之后，你会用感恩的心去感谢神。你人生遇到任何的处境，不一定是你发达的时候、你赚钱的时候、你升官的时候会感谢主。你遇到任何的挑战跟生命的难处的时候，你仍然能够看见那一个感恩的地方。比如说这一次的疫情，很多人做一个比较高角度的观察，当然很多国家经济受影响，企业倒闭，很多人死于这个病毒。但是有人看见说，这个是不是完全负面的？也不一定啊，因为好像是上帝借这3个月的时间，让地球暂时喘息啊，好像暂时关机，让电脑休息，重新来过。哇，一个重新来，一个新的生命又开始了。虽然我们遇到一些代价，所以你在什么角度去看见神的恩典？你要在你的身上、你的生命里面去理解神在你生命所给予的力量跟智慧。所以你被圣灵充满，你不会一直往负面的看，你会看见神给你一个新的面向。第三个21节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因为你们是敬畏基督的。所以有圣灵充满，就会过顺服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简化，这三点，圣灵充满之后，我们所过的生活是怎么样？是赞美的生活，是感谢的生活，是顺服的生活。那这个就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了，因为是天天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使用的，你要运转的，这个能量是随时跟你同在的。就好像我今天只要不吃早餐就没力气了，今天我不喝水我就会干渴了，是随时在你生命运转的。感谢主。最后我们不只是在生命当中有这样的显示，而且是我们再从约翰福音14章
12节的教导，我们要为圣灵的充满做更大的事情。这段话语给我们很多的学习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受定之前跟门徒所宣告的话，等于是他的一个交代的话语。这些话前面大概都很理解，因为他说信我的人要做，但是后一句说做比我更大的事，那就让我们觉得很困惑。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全能父上帝的儿子，他是有神性的、有能力的，他会行神迹，他会说预言，他会医治，他会讲奥妙的真理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做呢？我们会做是还可以，他说比我更大的事，那会感觉有一点不好意思，怎么会耶稣这么讲呢？或是翻译错了哈？那其实很多解经的老师这样解释啦。耶稣在地上，他因为是道成肉身嘛，他个体是在巴勒斯坦、巴勒斯丁或是在以色列这个境内，他四处游走。如果以今天的角度，耶稣行走的范围实在不大，对不对？还不到一个台湾那么大。他是在加利利嘛，对不对？在耶路撒冷的周遭嘛，他用走路的怎么会走多远呢？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典范，或是一个模范，让门徒学习。然后他被钉十字架，他把真理传递，然后就受定，然后复活升天了。但是所有的信主的人，因为有圣灵的同在，这段经文是跟耶稣说要差圣灵有关哦。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之后，你们就要得到这样的能力。所以他们说他会做信圣灵的降临，然后做耶稣所做的事，而且做得更大，是因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就变成耶稣的代表，扩散到每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说领受圣灵就得到生命的整全，因为圣灵充满，让我们成为小耶稣。你是耶稣的一部分，因为耶稣的灵在你身上，你能做你自己不能达到的事，不是你能力大，是因为圣灵跟你同在，耶稣的灵跟你同在。那些人是因为有信才能做，不是因为你到底身份有多高贵你的知识有多高你的社会地位有多大，而是因为你信了就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才说每一个人就代表主耶稣到天涯海角，到北美洲，到欧洲，到亚洲、非洲，代表耶稣去传扬这样的福音，行神迹，是因为有耶稣的同在。那我们就会做更大的事，是这样的理解。等于是我们是耶稣的代表，把耶稣的话语扩充到整个世界。愿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跟智慧来完成这样的事情。你是生命整全的，因为你会被圣灵充满。因为每一个人天天都有圣灵的内住在你的生命当中，因为有他当辅导者，他当安慰者，他当你的辩护者，成为保惠师在你身上。我们等一下要先做一个受洗跟坚信礼，然后一起领受圣餐，还有一个任命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美好的恩典。那我们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也遇到我们台湾疫情减缓，我们要迎接新的生活。主啊，我们不只是一个认知理智上认识圣灵，而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有力量、有智慧、有真理，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也能够行出主的恩典。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美好的圣工。我们要举行施洗受礼、圣礼以及圣餐礼以及任命。求你带领我们下来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下我们要先做一个小额洗礼因为圣灵降临节有少数要做这样的一个服事。
我们是有信仰告白，我们的黄冠清弟兄，还有我们的幼儿洗礼是林恩宇。那我们在唱这首《恩典之路》的时候，我们要2个同步了哈，就像冠清弟兄还有我们的恩宇的父母亲带领小孩到前面来，准备要做誓约。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坐着唱。我们请同工来帮忙司琴。有同工吗？可以帮忙司琴来。这个第2堂礼拜也有请帮忙哈。我们清唱也可以啦，清唱也可以。好，我们来唱这一首《恩典之路》，大家很熟悉的诗歌哈。好，一起来唱，来。你是我的主，你要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好，我们请冠清弟兄呢，还有来小朋友的父母亲都到前面来哈，站在牧师的前面就可以。但是分2段誓约哈，有的是坚信礼跟小儿洗礼。那牧师先做一个宣言。我们得到帮助，是在乎倚靠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的名。感谢主，主耶稣亲自宣告，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有一群人带小孩子要来见耶稣的时候，门徒不了解，在拒绝责备，耶稣就这样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就不能进去天国。”于是抱着小孩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所以现在我们要请冠清弟兄还有小朋友的父母亲一起来做这样的宣告以及誓约哈。首先，第一个一起来回答哈。第一个问题一起回答，点头也好出声音说我相信也好哈。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感谢主。第二个跟第三个要请冠清来点头就可以哈。你愿意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好，感谢主。第三个，请你回答：你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如此行吗？好，第四个，我们要请小朋友的父母亲来回答：你们要倚靠上帝所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信徒的责任教导你们的幼儿，以祈祷及好行为来教育他们，让他的所作所为都能遵照上帝教会的教导。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感谢主。这时候呢，我们要为小孩来做一个洗礼哈。我们请陈佑长老来协助。小朋友是恩宇哈，林恩宇，一点点等一下可以用卫生纸擦一下哈。林恩宇，我用水给你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我们请同工拿纸给他擦一下。OK， 谢谢。好，这个我们再站到前面来哈，一起站到前面来，牧师来做宣告。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位幼儿蒙接纳进入教会，成为未陪餐的会员，也接纳冠亲弟兄在以前曾经受过洗礼，再一次用信仰告白来进入富强教会上帝的国度。愿神亲自悦纳你们，愿主保守幼儿的双亲和会众来做见证，并分担责任来培育他们的信仰，直到接受坚信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冠亲弟兄以前曾经受洗接受主耶稣，这一次再一次信仰告白，加入富强教会，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求你赐给他智慧、能力、信心，也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成为更整全的基督徒。也求你赐给智慧、能力给恩女小朋友，让父母亲在爱的带领、培养、教育之下，不只是有健康、智慧成长，而且有圣灵的同在，让他明白真理。将来长大，再一次在你面前来接受坚信你。感谢主，求你赐福这两个家庭，也求主让我们一起做见证，见证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请向后转一下，来，我们看一下认识。今天的信仰告白是我们的冠亲弟兄哈，他是基甸牧区的弟兄，也是我们一真长老的侄儿哈，迪大。那我们看到来这个小儿媳是恩女，是我们季平兄跟彭君姐妹夫妻的第二个小孩哈，他们两个小孩都带在前面了哈。好，我们要送礼物来做纪念，也请小会员来前面做一个照相做纪念好吗？好，我们小会员预备哦哈，好来，这个是冠亲弟兄，还有来这一个送给你，这个是冠亲弟兄，好，你等下拿着啊哈，好的恩女小朋友来。还有小礼物这个是一本手册，要送给好了。来，我们想小会员来做一个照相，好不好？来，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把口罩稍微戴下来一下，这样才照得到你，好不好？来，帮你拿，抓下来就可以了。好，我们小会员一起照相作为纪念。他要加入没问题。好，谢谢，我们拍手祝福他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还有小礼物送给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下一首诗歌了哈。刚刚因为圣餐礼的诗歌没有印在这里，我们再次唱一下你是我的主，恩典之路，好不好？再唱一次来。我们请同工来预备哈，同工预备。你是来一起来。你若走正义路，高山我的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就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让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曾暂停了一次圣餐哈。那我们这一次为了防疫，也为了一个让大家更安心，我们准备了特别的一种
圣餐组牧师简单解释一下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发圣餐哈。这圣餐呢就是一个2合1的组合，那在上面呢有蓝色的哈。那等一下发给大家的时候，你先用手它有2层，第一层是透明的，你把它拉开这一块小小的饼，然后你把饼拿在手上，但是不要把那个蓝色也撕开，因为蓝色就是果汁嘛会倾倒，所以你小心先把饼撕开拿在手上，我们一起领受。领受之后，牧师会宣告说一起来领杯，我们再把第2层拉开当然不要全部拉完，只要有缺口就好。那我们一起领受领受这个葡萄汁。那这个空壳呢，当然是回收嘛但是后面呢这个底部有印了小小的经文，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感受说神要用什么话语来勉励你。然后我们使用完先放在身边，然后等一下礼拜结束，我们在外面一个空箱子你再丢上去就可以，或者带回家。好，我们一起要来领受神的恩典跟祝福。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主耶稣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就像保罗所教导我们圣餐的这个道理，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在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我们照耶稣当时设立圣餐的模式，我们一起来先感谢神。亲爱的主上帝，我们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你永远的赎罪的祭，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也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跟葡萄汁为圣。那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面得到培育，也在你的恩典中来成长。荣耀你的圣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现在请我们的长老来发这个圣餐组给大家，我们请长老。我们请弟兄姐妹拿到一组拿在手上。那还没有坚信你或洗礼的，暂时不拿没关系。那你先看到那个薄膜如果长辈一点的，有人看不清楚我们请年轻人帮他一下。第一层是透明的，把它拉开，那个饼就露出来了。你拿饼拿在手上，献上感谢求神祝福你。我们先把第一层薄膜把它撕开，会拿到这个饼在手上，然后你献上祷告，求神借着他的身体宝体，然后赐给你恩典智慧，也赐给你医治跟能力，让你跟主耶稣的爱连结在一起。第一层撕开之后，这个小饼就看到了拿在手上，没有拿到请举手，没拿到的请举手好，不够的可以再拿好，这边前面还有不够的。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没有拿到的再举个手，因为方便拿给你前面还有没拿到的，
如果不够，我们可以再补给你。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显同工先把那个第一层的透明薄膜把它撕开，把饼拿出来哈，我们就预备心要来领受。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还有谁没拿到可以直接举手补给你哈。还有啊，还有不够，是不是不够？这边还有啊，这边还有，有不够的可以来长老来这边拿，然后前面去哈，好。有还没拿到的举手，我们再补给你哈，我们还有剩哦，哈，还有。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如果没拿到，你再举个手，我们才补充给你。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还有弟兄姐妹，谁没拿到？再问一次。好，感谢主。我们先把饼拿在手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一起同心来领受。在用饼之后，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个第二层的铝箔把它撕开，我们拿在手上，我们一起要共同来领受。好，拿在手上。各位弟兄姐妹，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每当喝的时候，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当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全心感谢你，因着你的极大的爱，使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是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再一次使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主上帝，我们谦卑求你，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的时候，成为活祭，求你来接纳我们，同时求你以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持续这样的圣洁交通，从今以后更能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感谢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在音乐继续，我们要接下来有一个
受任的仪式哈。我们要邀请我们的青年委员会的主委、我们李委执事，还有我们密侦小组的新的小组长，我们的密侦姐妹，请你们到面前来，我们要举行誓约，来献上感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啊，在神的恩典跟保守之下，虽然疫情让我们教会的事工受影响，但是神的祝福能继续。我们在上个礼拜小会有接纳通过，我们要组成一个青年事工委员会，来专门来推动整个教会事工，特别是青年事工。因为我们教会已经设立44年了，我们需要一个新一代的传承，要有新的枝干。要有新的圣灵的同工，年轻一辈要成为领袖，所以我们来任命我们的李委执事成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委，准备来带领整个推动事工。也感谢主，我们的终结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成长，已经增加了很多的组员，所以我们就推派了我们的黄蜜珍姐妹，她要来担任新的小组长，等于终结小组扩散成2个小组，这是神特别的祝福。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做差派跟宣告哈。以下有2个问答，请2位来回答说：我相信，我愿意哈。李委执事，你要领受青年委员会的主委；蜜珍姐妹，你要领受蜜珍小组的小组长。你们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确信。感谢主。你们要领受这个圣职，您当倚靠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唯独尊他为主，尽力在你们的职分上面。你们是我愿意如此行。阿们。我来做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小会互祥堂会小会的权柄，设立李委执事为青年委员会的主委，黄蜜珍姐妹为约书亚牧区蜜珍小组的小组长。愿上帝赐福你们，让你们所作所为都能够尽上帝交托你们的责任，尽力为主做工，来荣耀上帝。阿们。好，你们请2位向后转一下好吗？我们要请，虽然现在不方便握手，但是我们请小会员到前面来，给他们一个举手、一个拱手的祝福，然后也拍一张照片，可以吗？来，我们请来站后面一点，站集中一点，好，我们请小会员出来一下，有一张小小的任命书李委执事来，你拿着，好，那我们请小会员过来，拱手一下，好，谢谢，一起来照一张相，来做纪念感谢主，来再来一下，好。来，我们再靠近一点，来靠近一点。我们请区长来一下，区长来，忘了讲，来，请区长是我们的约书亚牧区我们的区长魏鹏长老，终结执事维稳执事，维稳执事跟重点执事也一起来好了，然后维稳执事在这边吗？委员执事他是主霸了所以要来，这样站得下去吗？够吗？够位置吗？应该够了。可以，他照相机可以，好。好，就不握手了，祝福你们上帝给你们新的力量。好，谢谢。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要来做奉献那我们这一次奉献都有加上那个圣餐的奉献那解释都在周报里面呢，我们就不重复解释。我们请好，我们一起来奉献。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吟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月的金句，箴言12章15节，预备来。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箴言12章15节。好，接下来还会来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是青年事工纪念主日，所以我们的2堂礼拜都由我们的青年来主持，特别请徐雅茹传道，还有青少年们预备心。好，在第2页的下面有写个人奉献明细，刊登在第8页，请查阅确认，若有错误，请向财务组同工来订正。再翻开第5页。我们做几个重点报告。第6点，教育训练组的门徒培育消息。好，我们有歌唱技巧及敬拜主领训练。昨天一整天的训练下来，大家都非常的愉快，非常的开心，也期待下一周的到来。如果你还没有报名，还是可以报名，欢迎一起来参加。第2和第3点是富强门徒学校。还有中英文查经班已经恢复正常上课，请大家可以回来上课了。台语查经班也预定于下周10点45分恢复查经诗篇，地点在2楼会议室。第7点，哀伤陪伴系列的课程已经在5月份就开始有线上的13周课程。那如果身边有需要的人，欢迎随时可以加入。其余我们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啊，感谢主，我们在圣灵降临节刚好是防疫新生活的一个新的开始的阶段哈。那我们的防疫单位已经公告说，在6月7号，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影响，我们就要真的是放松了。那当然，我们主礼拜像这个礼拜就已经都完全恢复了。那我们是想要谨慎一点，所以呢，目前
政府还没有宣告说你不用戴口罩了哈所以请大家在礼拜天仍然戴口罩来教会。但是我们为了要更慎重，我们想说，周报有想说到7号就要暂停那个量体温跟干洗手。那我们长老说要慎重一点，我们就延续到6月底当然看政府如果宣告说连这个也不用，那我们就跟着走因为6月7号还没到嘛那感谢主，让我们做礼拜都能够恢复。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爱餐呢，从下个礼拜就正式恢复了，在3楼那上个礼拜有稍微做一点调查，说如果恢复爱餐，你能参加吗？因为有人觉得还有顾虑嘛，所以你如果上个礼拜没有接受调查说举手的你下个礼拜会参加的话，你再给我们长老讲一下说下个礼拜如果有爱餐我要参加让他们预备数量不会太多，也不会不够，好不好如果你下个礼拜要来参加爱餐，请你记得说我想参加。如果上礼拜已经举过手的就不用，这样不会重复吧没有举手的这一次要参加的，你给我们的长老报备一下，让他们预估那个数量会足够这样子那有关那个主日学，等一下会开会再决定是不是什么时候开始。那还有我们的心灵转角，还有社区音乐班这2、3个单位，他们会做宣告那第二个，我们周报还有一个报告，因为有些人今天才第一次来参加聚会就是我们魏鹏长老他的美娟老师他们的长子洪恩弟兄要在6月20号举行婚礼邀请大家如果要参加喜宴的，今天最后一天登记你的名字，让他们预备他们预备那个数量还有餐桌，请大家预备。最后一个简单的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已经很久有的疫情的关系没有参加实体礼拜，不过我们是期待说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是恢复正常的一般聚会，因为我们有实况转播没错，但是因为要很多人力所以忙不过来，我们暂时会下个礼拜就有录影，但是不会实况转播了所以意思是邀请大家都回到实体礼拜。那如果你看到平常弟兄姐妹很久没看到的，也可以电话关心一下。我是有听到了听到我们长老在联络的时候，有人说抱歉呢，虽然政府说开放了，但是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厂商说还不能参加团体聚会，有这样困扰的，让我们不能勉强。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只要你戴口罩来参加聚会，我们就不受影响了所以如果你有好朋友或是你的同伴没有来参加的，可以电话关心他一下。好，我们就报告到这边，下个礼拜开始有爱餐谢谢。一起来唱礼拜结束前的诗歌，请起立。吟唱完后，请夏牧师为我们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天上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护、相通带领，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请坐。好，补充介绍一个新朋友，刚刚牧师忘了介绍，抱歉。我们一个郑安婷姐妹来到前面来，我们来欢迎她，欢迎她。我们送一个小礼物给你，好，谢谢，好，谢谢。好，大家彼此祝福，下个礼拜见，谢谢，平安。好，请坐。来，安婷来。到前面来坐。我们有那个一真长老跟谢牧师
义珍长老跟谢牧师，我们来为安婷姐妹来祝福祷告哈。义珍长老跟谢牧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的主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他是耶稣，所以预备好你的心，将你的颂赞荣耀归给他，敬拜他。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我们从头再来敬拜他。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